一般嚟講咧，9號籤通常係一個中等偏激嘅籤，意思係你可能會順利嘅事情發生，但係同時都要保持耐性同埋平常心去面對。而家係寮國嘅鄉通寺，你可唔可以以一個藝術嘅專業人員去講解俾我聽，鄉通寺唔同嘅地方有啲咩特別之處同埋重要性喺邊度？有啲壁畫咧會描繪佛陀嘅前世故事，或者佛教經典入邊嘅重要場景，呢啲都係遊客常常想了解嘅部分。其中一啲較出名嘅，可能係生命之樹嘅壁畫。呢啲壁畫咧通常象徵住生命嘅連續同輪迴，或者係描述佛陀成道嘅故事。呢啲故事咧唔單止有宗教意義，仲可以俾你更加了解到當地嘅信仰同文化背景。所以你可以特別留意一下咧呢啲同佛陀生平或者佛教治理相關嘅壁畫。總之咧，你喺度慢慢行嘅時候，如果見到邊一幅壁畫特別吸引你，我哋就可以再深入講多少少佢背後嘅故事。我見到啦，呢一幅咧係咪生命之樹啊？確係相當似生命之樹嘅圖案喎。呢類壁畫咧，通常都會畫出一棵繁盛嘅樹，象徵住生命嘅延續、成長同埋宇宙嘅連結。呢種象徵咧喺佛教或者當地文化入邊咧都好常見，係提醒人咧要尊重生命嘅循環啊，同埋世界嘅和諧。所以你見到嘅呢幅壁畫咧，應該就係其中一幅象徵生命之樹嘅經典圖案。你可以稍為留意下咧，佢哋點樣用呢啲圖案咧去表達生命嘅概念，同時亦都感受下呢種藝術同宗教結合嘅美感。希望呢啲解釋對你有幫助啦。我想知多少少關於生命之樹，可能呢一幅嘅畫。好啊，簡單嚟講咧，生命之樹咧喺好多文化同宗教入邊咧，都係一個好有象徵意義嘅符號。喺佛教啊或者東南亞嘅寺廟藝術入邊咧，生命之樹通常代表宇宙嘅連結、生命嘅循環以及眾生嘅共存。你而家睇到呢一幅咧，可能就係描述呢棵樹咧點樣連結天地，或者象徵智慧同生命繁榮。每一幅生命之樹壁畫咧都可能有少少唔同嘅細節，但係整體嚟講咧，就係想提醒我哋生命嘅連續性同埋內在嘅平衡。咁你而家知道咗呢個背景，應該就可以更有意思咁去欣賞呢幅畫啦。如果仲有咩想知，儘管問啦。我想問多少少咧，關於生命嘅連續性係咩意思啊？生命嘅連續性咧，簡單嚟講就係指生命咧係一個不斷延續嘅循環概念。喺佛教或者類似嘅宗教思想入邊咧，生命並唔係單一代人嘅開始同終結，而係不斷延續輪迴，有上一代嘅累積咧，亦都有下一代嘅延續。所以當你睇到生命之樹嘅時候咧，其實就係象徵住呢種生命不斷相連、互相影響嘅過程。呢種概念提醒我哋咧，每個全嘅生命咧都同其他生命有聯繫，並且我哋嘅行為同選擇咧，都會影響到佢長遠嘅未來。希望呢個解釋咧，可以幫你更加明白呢個概念。我想問咧，我聽過佛教嘅 concept 叫 karma 啦，我想問生命之樹係咪都凸顯到呢一個嘅意思咧？即係叫啲人因為生命嘅循環，所以佢哋要做好事，善待其他生命等等。冇錯，你講得好啱。其實生命之樹呢個象徵咧，正同佛教入邊嘅因果概念，即係 karma 咧，係好有關聯嘅。因為喺佛教嘅觀念入邊，生命既然係循環同互相關聯，咁每個人所做嘅行為咧，都會影響到未來嘅結果。所以生命之樹咧，其實係一個提醒大家要善待其他生命，因為你嘅善行同惡行咧，都會影響呢個連續嘅循環。簡單嚟講咧，你嘅行為會種下未來嘅因果，而生命之樹就係將呢種概念咧，用圖像表達出嚟，令人更加明白生命嘅連結同互相影響。所以你理解得好啱，佢的確係同 karma 呢個概念咧係相通嘅。